台语诗的人，黄线台语叙述诗，惠主朗诵。无台语诗的人，赖翠松，伊安怎用台语诗跳舞？安怎用肉体肉声起舞？手伸出去探天，两蕊目睭搭就天顶碧云的面，袅袅啊看，金金啊想，拢无要落雨，可欢的季节。赖翠松手将云摇落来，哇！水落大雨，愈来愈粗，落伤济，树木低起来，低袂牢，带做一粒石头，牵出去，几十个团圆，肉体定定一圆，亲像山飞起去，塌咧，甲天的破空撒起来，塌起来，塌袂牢，搁插插滴滴，前头啊芳一滴滴，归去放雨去，海山壁溪花田园拢放去，目屎沿路对人落海去，风台天的日子，双手伸去背后，揽家己的脚趾片，梳咧梳咧，你对背后微去，两人相揽，对影成三人，规家伙啊揽揽做伙，肉体变壁墙，当风台大水灾，保护厝内新主牌啊！赖翠松规定拿动机起舞啦，脚打出来，定定无声，当咧听。我的一小步，人类的一大步。暗失踪的脚步声对月亮落落来，一秒钟你就随听到。赖翠松起飞，脚趾一抓一抓，空中相扑，袂输太空人。彭耀乾诗人确认的，阮阿母是太空人。台语的声音，台语的脚趾是安怎？你拢听无、看无？英语都听有。阿母讲，规气用走的，人嫌走伤紧，毋过记前伊咧走的声音，连阿肚仔都听有。证明若是用脚的任何脚步声、台语声，人拢对咧听，对咧行。世界舞台顶，甲行来行去，阿肚仔的土地嘛会震动，嘛会大开喘袂离，嘛会大声喊讲：较慢的！台湾较慢的，台积电较慢的，等阮啦！赖翠松伫德国起舞，阿肚啊拢话较慢的，等咧。伫他乡外里有一世人，上惊三更半暝。电话起响，一声心脏就噼扑跳。
为变为，有一出的，毋是客户订单，低音调的台语诗句，半暝铃声，甲你告别，电波传达一种思念，血压在倒头算，心跳在倒头算，人生倒头算足紧，爱较紧的拼转去，一种肉声和阿母的思念相拍电，一种思念和热脆爽的肉体夹做伙，两奈米的半导体，刻会出，刻袂出，舞会出，舞袂出，拢无要紧。人生是单程的转运站，今暝爱拼转去，若无到老啊这站，剩站牌咧等你，亲像看到新珠牌啊，点点思念嘛足忝。热嘴霜舞出百样人百样姿势的声哨。17岁到70岁，对社区、对大街小巷，素素的素人行出来、走出来，跳舞，用脚跳，用手跳，用会晓想的骹头舞，会晓思考的头毛丝跳啦，规身躯的肉体、骨头拢会当跳舞，用背是跳，用白嘛是跳，曲咧、鼓咧、倒咧、拍咧，拢总是咧跳舞，连定定坐咧，尻川皮嘛会舞，人人看会出肉体在舞声，肉声在讲声，热嘴霜因在舞，身躯背长长，一抓一抓，肉体拖过、磨过，舞台地板出接的声，李庆华人生捷运，一抓一抓台语诗跳出来形影，愈看愈惊吓。有人明明就到站，留恋家己的坐小小的位，不愿落车，一直坐到无站无站。不知影通落车的人，会坐过终点站，坐入去修理厂，予人修理，予人修理的人生，不如家己舞，家己看，上感动心肝。亲像旱钱落土烂，枝叶代代看，肉体、肉声和土地相连的生命，上得人疼。永远的旱钱仔囝。